Hello， 大家好，多以前问我比较推荐个手把车，肯定有个。我讲谁了？我有点何子高浪向。那么 ABD 呢，有点蛮结棍的，就是讲何子高刚刚开高个辰光 ABD 是厉害的，但现在也年补年的吧，绝对是烂包子。所以呢，今朝到你都去打打米来看，好吧？我们走了，音乐起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我的情。OK， 朋友们，现在我收下来了。们大家晓得为啥子 ABD 的限女来其实是它现在一个小时的数量是它高的，即市区呢是数字人5家人。那么这个烂房子呢，来过江西路里面，当然现在没得。这烂房子呢是一件仙女啊，是一件仙女，所以这个差是一件仙女，或者讲仙女先生，所以一个仙女那个名字就是从一个上来的。现在上一场一个松鼠馆啊，当然松鼠馆其实后来手把车馆做大蛮多的，比如 ABD 个松鼠馆，我帮你讲，你小子刚想起松鼠馆，你一定要点 ABD 实在是绝对正宗。今朝不讲没得名字，手把车都讲了，谁讲手最后还吃了，再来一块啊！因为我现在我自己了，我记得跟着爷娘在外地是吃松鼠馆的辰光，我讲松鼠馆那个菜真的好吃，而且你慢慢就长肚子怪，吃肚子人没来这各种感觉的。但不过我当一杯鲜鱼呢，来吃个松鼠馆是有一种味道现在光感觉的，这说明正宗的带路的。另外来是上一场一个金三鲜啊，金三鲜我觉得比较简单的菜，一个蛋卷生肉，还有一个白鸡板肉，那么牛肉，一个是比较简单的菜啊。我觉得吃手把菜嘛，就吃简单菜，我觉得蛮好的，我蛮会吃简单菜的。好吃啊！我带过来一个熟的松鼠馆，简单菜好吃，一会儿再牛肉。虽然讲是比较普通的简单菜了，但别个这面做的就是讲。像有鸡蛋肉、牛肉的时候做的是那腥啊，就是像那种，因为说不定天上有吃食材本身的味道，实在太伤不起来，就是讲感觉腥劲，就是那腥的那一种，那个人手帮菜，带味。那么我今朝送地教的个是 ABD 一个烂手指八字布，其实烂手指八字布是手指人肯定才熟悉的，正常是4样物事，不过 ABD 呢是8样物事，改2个横批啊的，那么蛋黄做个蛋干，语法的纸巾啊，语法到书法不一样的，语法做出来的。蛋心做好吃啊！那个你都懂的肯定懂啊。位于豆笋、虎仁、肉皮、豆子、竹笋8样物事好吃。这是语法的纸巾啊，这种那个 QQ 弹弹。哦哟，这只蛋心里头做啊，真的这个，那只八字布真的这个。好，我有一只青豆沙，我刚刚说的这边的甜品嘛，就是这个金开国物类豌豆做的。哦哟。它是过滤过的，它没有那种渣的、酥酥的一个，特别个细腻吃下去。刚才是用猪油熬出来的，所以有个猪油香的样子。他们是千万各位吃好，这也太灵了，我跟你讲。OK， 俺们这是菠萝味啊，我个人欢喜吃点味的，就是 ABD 它菠萝味也蛮经典的，反正就是一只菠萝做一份味。我这个菠萝味脑多个，哎呀，脑多个，这也不是的，底晶晶脑多。4只 ，OK， 朋友们，现在我吃了，今朝一顿手把菜刚来的，整个吃得我穷死去，有一种回到现辰光搿种感觉。反正你都想起手把菜 ，ABD 我蛮推荐多的，相当推荐多。讲你都来自各位一只烂手指八字布背一点，绝对不会出错的啊。那么其他你都想起啥，你都自家点吧。那么今朝这了啊，下趟再会，拜拜。